云林县有1200场的饲猪场，150多万只猪哦，占全国的3成。县内落水溪、新福尾溪、顶河川哦，是互认定讲有重度的污染，其中又是以跳蚤的废水污染还严重。县环保局嘛提出5档的整治计划，会来透过 AI 监控来进行治理。环境部今年3月公布去年全国河川水质监测结果，全国严重污染的测站有7个，其中云林新福尾溪就有2笪。进一步分析污染源是跳蚤废水上济。云林县环保局提出3官学合作5年的整治计划，希望会当改善水质。透过所谓的加强稽查，来让这些畜牧场做一个改善。那事实上，畜牧场它本身可能猪农很会养猪，可是他对废水处理或者是废气的处理，他一概各自很不熟悉哈。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导入了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还有我们企业这边我们针对于污染的部分就是臭味的部分，那废水的部分由专家辅导团这边提出建议。环保局表示，3官学5年整治计划，除了对跳蚤场加强稽查管制，目标定989间跳蚤场资源化，逐年会当减少260万吨的跳蚤废水排入河川，嘛会设置43座24点钟的水质监测设备来降低水污染。就是开始来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畜牧废水的一个粪尿污水的一个人资源化的一个转型，那有助于我们这个云林溪水质的改善之外，那也可以呢有助于能源的转型。不仅呢能够减碳，而且呢能够节能。环保局表示，去年针对水污染稽查，拢总开60场罚单，跳蚤场占上济。即马希望透过新福尾溪治理计划，分做短期、中期甲长期来改善设备，互大间的带动小间的来处理废水，用 AI 科技执法全面治理，改善县内河川水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